再來看這中東戰爭呢，已經引起能源的衝擊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來警告講，若准這能源的供應復測長期，直直到2027年，這經濟成長率恐驚是會降到2%爾。那亞洲呢，是因為有 AI 這相機的帶動，台股今仔日也是有起，盤中是衝過37064點，那台積電也來到2100塊，又閣創新的紀錄。中東戰爭致使國際經濟不安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公布上新世界經濟展望報告，嘛警告，若是衝突繼續，而且油價在2027年進前保持一桶在100塊美金以上，全球的經濟恐驚就無這麼樂觀咯。Downside risks are clearly very elevated. Now, the impact of the war will be uneven. Low-income energy importers are highly exposed, especially those with pre-existing vulnerabilities and limited buffers. But the damage is most severe for countries in the Gulf. IMF 假設3種情況，若假使講這個衝突的時間短，全球的經濟成長率會降到3.1%，整體通膨率會升懸到4.4%。若假使講衝突繼續落去，愈來愈激烈，這個能源的價格就會起。若通貨膨脹嘛會變嚴重，金融的市場嘛會縮限，經濟成長率會降到2.5%，通貨膨脹率升懸到5.4%。假使能源長暫一直到2027年，經濟成長率會降到2%。通膨率超過6%，嘛預測中東國家抑個歐洲經濟成長率會跋上濟，毋過相對來講，亞洲真濟國家攏是向頂懸行的，若台灣是維持頂個預測的5.2%。拜 AI 熱潮所賜，包含了台灣，我們的經濟成長率居高不下。所以雖然有一些油價的負面衝擊，但是 AI 帶給我們的正面效應更強，還是看好的。因為我們台積在1月的時候預估本來就比較偏低一點，我們那時候預估4%，我們沒有想到後面的外銷出口表現這麼好。行政院主計總處在2月13預估台灣2026的經濟成長率會達到7.71%。若中東戰火佇咧2月2開戰，學者講台灣政府透過油電動氣暫時甲物價見調咧。若台灣的出口嘛表現了真水氣，所以認為台灣的經濟成長率要加懸嘛是閣有空間啦。這基本面嘛反映佇咧台股的表現頂懸，15台報盤中閣創新懸，衝破37000點的大關，上懸來到37064點，起768點。台積電買的人嘛真濟，盤中起到2100塊，這股價繼續創新懸，市場嘛真樂觀。因為中東戰事也未完，所以熱錢嘛攏三錢入來台灣。記者綜合報道。